田有人墮樓。今20日2時55分，小瀝源帝寶城一名男子懷疑從高處墮下，倒臥屋苑對開行人路。救援人員接報趕至，經檢查證實他已氣絕死亡。警員以帳篷遮蓋遺體，經調查後證實事主姓黃，55歲，相信他由上至一平台墮下，現場無檢獲遺書，初步不排除他因工作問題尋短。沙田有人墮樓。今20日2時55分，小瀝源帝寶城一名男子懷疑從高處墮下，倒臥屋苑對開行人路。救援人員接報趕至，經檢查證實他已氣絕死亡。警員以帳篷遮蓋遺體，經調查後證實事主姓黃，55歲，相信他由上至一平台墮下，現場無檢獲遺書，初步不排除他因工作問題尋短。